这个台中大圆白百货公司，昨尾暗5点外，有一台电梯停伫地下1楼，突然间卡掉咧。电梯内底有4位民众，吊大约40分钟，一直到工作人员把这个电梯门拍开，人才出来。讲这个大圆白的电梯坏去，已经不是第一届了。讲最近2礼拜已经发生3届了。业者讲会赶紧来调查电梯故障的原因。 工人提工具锁入门的中央开一拍，另外2个工人出来斗杀，不过门也是拍袂开。昨尾暗5点外，台中关东百货电梯故障，人客掉伫咧电梯内底，服务人员摕手机行来行去，就是看电梯到底是拍开啊未。不过这已经是关东百货2礼拜来第3届发生电梯的故障。台中大圆柏8月23号跟24号，当时同一部电梯连续2天发生故障，结果过了2个多礼拜，北栋的电梯又再次故障，当时有4位民众卡在电梯里面。 将近40分钟。看到民众伫咧社群铺文，大约是要暗5点半的时阵，有电梯落落，拢是伫咧人济的时间。阁有人讲，带囡仔出电梯，才2秒就听到砰一声，回头看电梯伫咧闭关。 蛮可怕的，感觉会减少我意愿啊，可能晚一点再来逛吧。很怕自己会不小心遇到，不知道有时候不知道会卡多久，但也是挺恐怖的。关东百货电梯连续出代志，头一届伫咧8月23，第2届伫咧8月24，当时电梯掉伫咧23楼之间，19个人客掉伫咧内底，伫咧1点钟。第3届伫咧昨尾暗，4个人客掉伫咧闭关，当时电梯的门拍袂开，时间嘛有40分钟。短短2礼拜，电梯就故障3届。百货业者解说，规栋百货12架电梯8月份已经全面检修，这届各出问题，会查清原因。后续这个电梯呢，我们还会再请跟我们的电梯的厂商这边再做进一步的了解，到底问题的状况是出现在哪里。业者嘛讲，事发了后嘛当场提供1000块的慰问金，都发局后续甲4个电梯停用2天做全面的检修。百货电梯接故障，后民众烦恼，都发局强调会继续监督百货业者甲电梯的厂商做定期的检修甲保养。 避免类似的情形再发生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